大家好，首先好多謝職安局嘅邀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快遞員嘅職業健康。快遞員嘅工作通常都需要體力勞動，可能會因為工作嘅關係而引致筋肌勞損。受影響嘅身體部分包括上肢、頸部、背部同埋下肢等等。另外，香港天氣炎熱同埋潮濕，快遞員亦都會受到酷熱天氣嘅影響，而增加中暑嘅風險。所以今日講座嘅目的都係透過介紹筋肌勞損同埋熱疾病嘅成因、預防方法，希望促進快遞員嘅職業健康。以下係一啲重要嘅資訊，包括免責聲明同埋版權公告，咁都可以俾少少時間大家睇一睇呢一版嘅資料嘅。咁今日嘅講座內容都包括肌骨骼疾病或者叫做筋肌勞損，例如上肢、頸部、背部勞損嘅成因同埋預防方法，亦都會介紹一下常見嘅下肢疾病嘅成因、症狀同埋預防方法。另一部分會簡介熱疾病有關嘅症狀、急救處理、預防同埋控制措施嘅。首先第一部分呢，都會介紹肌骨骼疾病或者叫做筋肌勞損。咁乜嘢叫做肌骨骼疾病或者筋肌勞損呢？係指影響肌肉啦、骨骼、關節、肌腱、神經等等嘅疾病。比較常見嘅成因包括損傷，例如骨折、扭傷、拉傷等等，又或者涉及重複性嘅動作、姿勢不良、老化，因而引致疼痛啦、行動能力、靈巧性啦，同埋總體功能受限，又或者咧影響工作能力，有機會降低嘅。咁比較常見嘅筋肌勞損嘅部位都包括上肢、頸部同埋背部。另一部分呢，亦都會介紹下肢嘅筋肌勞損嘅。首先，我哋睇睇呢上肢、頸部、背部筋肌勞損嘅有關成因，都包括不良嘅工作姿勢、工作性質、不當嘅體力處理操作、不良工作環境、個人因素同埋係負荷物因素嘅。咁一啲不良嘅工作姿勢都比較容易引致上肢啦、頸、背受傷或者係勞損嘅，例如彎身嘅動作啦。如果經常需要彎腰或者係傾前身體，背部承受嘅壓力咧，亦都會相應增加，大大增加咗咧背部勞損嘅機會。又或者扭動身體啦，如果身體扭動嘅幅度越大，當然受傷嘅機會亦都越高啦。側身嘅動作咧，亦都係同樣咧容易扭傷肌肉同埋係韌帶嘅。另一點咧就係物件擺放嘅位置，如果係太高或者係太遠啦，喺攞嘅時候，腰部嘅肌腱咧都會過度伸展，因而造成損傷或者係受傷嘅。甚至如果肌腱過度用力，都會令到嗰個肌腱咧受到重複嘅拉力啦，甚至係磨損，因而咧導致係嗰個部位有勞損嘅情況啦。另一點咧就係視乎工作嘅性質，例如工作間咧會唔會比較多重複咧，或者係一啲長期嘅動作咧，甚至我哋工作期間咧係採用單一嘅肌腱發力啦。另外，突然同埋劇烈嘅動作，或者用一個唔正確嘅姿勢提舉重物，都可能咧會扭傷肌肉、韌帶，甚至令到椎間盤突出啦，砸到咧周邊嘅脊髓或者咧係脊神經，因而導致疼痛或者係有麻痹嘅感覺啦。另外咧就係不良嘅工作環境都包括，例如地面凹凸不平啦，比較濕滑或者係唔穩定嘅。呢一啲情況咧都會增加工作時候嘅危險。例如，如果地面上面有一啲油污啦、水漬啦，
或者我哋做嘢嘅時候需要上落樓梯級等等，呢啲情況呢都比較容易造成意外，又或者呢令到腰背受傷啦。其次呢，就係如果係有雜物阻塞啦，搬運嘅空間太窄，比較擠迫，又或者呢擺設比較混亂喎。例如喺一個狹窄嘅空間入邊移動一啲物件啦，或者呢喺一個闊度唔夠嘅通道搬運一啲比較大型嘅物件等等，都會令到員工呢唔能夠採用一個正確嘅搬運姿勢做搬運啦。又或者呢工作環境嘅照明唔夠啦，比較燈光昏暗嘅，都會令員工呢睇唔清楚工作嘅環境，因而呢增加工作時嘅危險啦。又或者咧，工作間缺乏適當嘅輔助設備啦，都會增加咧搬運嘅難度同埋次數，甚至咧增加員工身體嘅負荷，因而導致腰部勞損啦。另一個因素咧就係負荷物，負荷物咧都包括人啦、動物或者係物件嘅。咁例如我哋視乎翻負荷物嘅重量啦，如果佢係太重啦，或者我哋自己錯誤估計咗重量，都會令到物件呢比較難提舉啦，又或者係移動，因而增加呢背部受傷嘅機會啦。又或者呢負荷物嘅體積同埋形狀，我哋搬嘢嘅時候呢，如果物件面積體積比較大啦，都好難呢將佢貼近我哋自己身體嘅。又或者呢，我哋搬嘅物件太大啦，都會阻擋我哋搬運嘅視線啦，增加搬運嘅困難啦。若果係一啲形狀唔規則嘅物件呢，令到我哋比較難去捉實啦，喺搬運時候呢，亦都比較容易會跣手啦。咁另一點呢，就係潛在性嘅危害，例如我哋搬一個未裝滿液體嘅容器啦，咁容器入邊嘅液體呢，都會隨住物件我哋被搬移嘅時候呢而移動嘅。容器入邊嘅重心咧，因而會改變，增加咗咧我哋搬運嘅困難同埋受傷嘅機會啦。另外就係個人因素方面，例如冇接受適當嘅訓練啦。另外，僱員亦都要留意咧，會唔會話長期工作過勞啦、精神緊張，又或者咧個人嘅年齡同埋體質等等，都有機會咧引致背部勞損啦。除此之外咧，個人嘅健康狀況咧，對體力處理操作嘅能力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比如話手術後嘅康復期間啦，又或者咧有特殊健康問題嘅人士，咁可能咧都要諮詢翻醫生嘅意見，睇下咧適唔適合響工作間咧從事某一啲體力處理操作啦。咁接下落嚟咧就會講解一下啦，關於上肢、頸部、背部勞損嘅一啲預防方法，都包括教育訓練啦、正確姿勢、正確體力處理操作、工作環境、輔助設備、個人防護裝備啦、工作安排同埋係工作間嘅運動啦。咁首先咧喺教育同埋訓練方面咧，僱主咧都必須向進行體力處理操作嘅僱員提供翻咧適當嘅教育同埋訓練，並且咧向員工提供有關嘅安全健康資訊，希望咧減低僱員受傷嘅機會啦。例如好似今日咁啦，透過一啲講座都可以令到僱員明白點樣咧採用一個正確嘅體力處理操作咧，以避免咧背部勞損啦。甚至可以有唔同嘅途徑獲取更加多嘅刊物咧，例如響勞工處嘅網站或者響職安局嘅網站咧，都可以瀏覽得到嘅。另一個預防辦法咧，就係保持正確嘅姿勢啦。如果攞啲擺得比較低位置嘅物件啦，都應該係屈膝踎低，保持翻腰背平直嚟攞嘅。另外就係避免扭動身體啦。當進行體力處理操作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用雙腳轉身啦，嚟減低受傷嘅機會啦。又或者咧，我哋搬運嘅時候咧，都避免身體係傾側向某一邊嘅姿勢，應該咧保持兩邊嘅膊頭都係平衡啦。甚至咧可以將物件分拆為細包一啲啦，或者咧採用兩隻手一齊嚟拎物件啦。
咁除咗保持正確嘅姿勢之外咧，有一個正確嘅體力處理操作咧，都同樣係非常之重要嘅。正如呢度所講啦，我哋搬運物件之前咧，都可以係先動腦後動手，必要嘅時候揾人幫手。咁都意味到咧，我哋進行體力處理操作之前咧，都可以先作一啲評估啦。例如可以留意負荷物嘅性質啦，都包括佢嘅重量啦、體積、形狀，或者呢一啲潛在性嘅危害啦。例如會唔會物件個邊緣比較鋒利啦，會唔會有機會咧令到我哋搬運時受傷啦？另外，亦都應該咧評估翻我哋搬運嘅距離啦、搬運嘅方式，例如會唔會話搬運一啲東西嘅時候，例如涉及人或者動物啦，佢可能咧會突然間移動啦。另外注意咧，可唔可以保持物件緊貼我哋身體咧？因為如果物件離我哋身體個重心比較遠啦，腰背承受嘅壓力咧，亦都係相對會比較大啦。仲有一點咧，就係如果物件太重咧，我哋自己唔能夠個人作搬運嘅時候咧，就需要利用輔助工具啦，或者咧揾多少少同事去一齊做搬運啦。另外可以使用輔助機械嘅設備啦，目的咧都係減少體力處理操作嘅負荷嘅。咁我哋以下咧都可以一齊嚟睇睇一啲正確嘅提舉方法係點樣樣啦。首先好似第一幅圖畫咧，我哋盡量行近要搬運嘅物件啦，然後屈膝踎低，一隻腳咧靠近物件，另一隻腳咧稍稍後一啲。期間咧都係保持住腰背平直啦，跟住咧就揀一個適當嘅物件嘅部位嚟捉實物件啦，確保唔會跣手，例如係物件嘅底部啦。然之後咧將物件貼近我哋身體啦，用腿力咧慢慢係企起身，成個過程咧仍然係保持腰背平直嘅。咁另外提舉嘅時候咧，整個動作咧都係流暢啦。亦都唔好咧係急速或者突然係發力啦，可以利用雙腳轉身啦，但係咧就唔好扭腰嘅動作啦。而當我哋咧去到擺低物件嘅時候，企近貨物要擺放嘅位置啦，可以咧係屈膝踎低，避免過度彎腰嘅姿勢嘅。而當物件接觸到地面咧，就可以慢慢放手啦。咁除咗話注意正確嘅提舉方法之外咧，亦都可以注意翻我哋工作嘅環境嘅。咁可以咧提供翻一個足夠嘅工作空間啦，同埋照明，俾員工咧可以採用一個正確嘅姿勢啦，減低腰背受傷嘅危險啦。又或者咧改善唔平穩嘅地面，例如響一個凹凸不平嘅地面上面啦，可以用適當嘅遮蓋物嚟提供翻一個平穩嘅通道啦。甚至可以利用斜坡道嚟連接唔同嘅水平嘅地面啦，又或者咧保持翻通道係暢通，清除翻一啲障礙物啦、積水或者係油污等等啦。另外，輔助設備嘅使用都可以留意以下幾點嘅，避免揀一啲過大嘅派送袋啦，甚至咧派送袋咧都唔好話裝太多嘅貨件嘅。大型嘅貨件咧，亦都建議可以用輔助工具嚟運送啦，例如手推車或者一啲手拉袋啦。咁如果係使用斜孭嘅派送袋啦，亦都應該咧左右兩邊膊頭係交替使用啦，甚至咧係使用比較闊嘅肩帶啦，又或者咧係膊頭有軟墊嘅袋。咁肩帶呢個長度咧，亦都係適中啦。袋嘅高度咧，大概喺腰間嘅位置就比較理想啦。甚至咧可以選擇背囊嘅派送袋啦，令到重量咧都可以平均分布喺兩個膊頭上面嘅。另一點咧，我哋都可以提供翻俾員工有足夠嘅訓練，確保咧員工都係正確使用有關嘅輔助工具啦。而亦都要注意咧，工具咧都需要定期作一啲保養嘅同埋維修啦，以保持翻咧輔助設備嘅功效同埋係安全性能嘅。喺個人防護裝備方面呢，咁可以用防滑
耐磨嘅手套啦，又或者係穿着防滑鞋，避免工作時間咧係受傷啦。咁另一點咧，關於工作嘅安排嘅，亦都可以咧小心計劃翻啦派送嘅路線啦，咁減少咧我哋體力嘅消耗啦。例如可以由最近嘅派送路線去到最遠啦，又或者調翻轉嘅，由最遠去翻最近嘅路線啦。建議可以先派送貨件比較多嘅地區啦，又或者咧步程比較少嘅地區，最後咧先派一啲步程比較遠嘅地區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適當分配翻員工嘅工作啦，安排翻咧有足夠嘅人手咧派送物件嘅，可以按照翻每個地區派送貨件嘅特性，例如嗰個地區派嘅數量啦、重量、地區咧嗰個嘅環境情況而作決定嘅。咁如果喺一啲比較酷熱環境之下工作啦，亦都建議咧可以揀一啲有遮陰嘅送貨路線啦。適當地安排翻一啲小休時間俾員工啦，又或者咧可以趁住搭車啦，等候收件人嘅時間，可以暫時咧將貨物擺低，咁員工可以稍作休息一下啦。咁除咗以上介紹咗各種嘅預防辦法之外咧，工作間運動咧亦都係預防辦法之一啦。咁工作間運動嘅益處咧，在於可以增加肌肉嘅柔韌度、關節嘅靈活性啦，亦都可以防止意外受傷同埋減少肌肉嘅疲勞嘅。咁工作間運動咧，亦都唔需要任何特別嘅裝備啦，亦都唔受場地所限嘅。例如大家可以利用開工前啦、小休或者咧係午膳時間做一啲咧好簡單嘅伸展運動，既可以達至舒緩筋肌疲勞嘅目的，亦都咧可以減輕大家嘅工作壓力啦。咁接下落嚟咧都會介紹幾個工作間運動俾大家啦，咁可以咧嘗試一齊嚟做一做嘅。咁不過咧運動嘅時候，我哋都注意啦，慢慢做，咁保持輕鬆啦。做動作咧，將肌肉伸展到咧有拉緊嘅感覺，大概保持5至10秒鐘咧已經足夠啦。咁亦都可以按照翻大家嘅能力啦，同埋身體狀況咧係量力而為嘅。咁跟住咧會播放一啲工作間運動嘅影片啦，大家可以試下跟住做嘅。咁首先第一個介紹嘅咧就係頸部嘅運動啦。咁大家咧不妨可以坐住喺度咧，保持好輕鬆。咁跟住以下落嚟播放嘅影片咧，大家可以試一試做頸部嘅運動啦。頸部運動第一式，眼望前面，耷低頭，維持5秒，返原本嘅姿勢，將頭慢慢向後昂，維持5秒，返原本嘅姿勢，重複以上嘅動作5次。垂低膊頭，頭向左側，左手輕輕將頭向左拉，維持5秒，然後放鬆，頭側向右邊做同樣嘅動作，維持5秒，重複以上動作5次。第三式，眼望前面，然後頭轉向左邊，維持5秒，返原本嘅姿勢，頭轉向右邊做同樣嘅動作，維持5秒，重複以上動作5次。咁啱啱做咗頸部運動啦，相信咧都唔太困難嘅。咁跟住落嚟咧，亦都想介紹其他嘅運動俾大家啦。上背同埋肩膊嘅運動，咁都同樣咧，大家可以坐住喺度啦。留意稍後落嚟咧播放嘅影片啦。不過要注意咧，例如中間圖畫啦，手部咧一陣會向旁邊咧舉起作一啲伸展嘅動作嘅。
咁注意咧，我哋而家嘅位置啦，會唔會有足夠嘅伸展空間啦？咁大家方便咧都可以跟住以下落嚟嘅影片咧，試下做呢部分嘅運動啦。第一式，膊頭向後打圈10次，一、2、3、4、5、6、7、8、9、10，跟住膊頭向前打圈10次，一、2、3、4、5、6、7、8、9、10。第二式，雙臂向旁邊提高至水平線，手踭屈曲成90度，手踭向後拉盡，挺胸同埋深深吸氣，維持5秒。注意腰部要挺直，唔好過度後仰。呼氣嘅時候，兩前臂合緊喺胸前，重複以上動作5次。第三式，左手放喺右肩上面，右手將左手手踭拉向胸前，維持5秒，然後放鬆。右手放喺左肩上面，左手拉右手手踭做同樣嘅動作，重複以上動作5次。第一，咁另一個運動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腰部嘅運動啦。咁呢個運動咧，大家如果方便嘅話咧，都可以企起身咧試下做嘅。咁特別留意咧，做腰部運動期間咧，動作都要係慢慢做嘅。咁我哋又可以睇睇咧以下落嚟嘅影片啦。雙腳齊肩而立，雙手撳住後腰，上身慢慢向後仰，維持5秒，然後返原本嘅姿勢，重複以上動作5次。第二式，雙腳齊肩而立，左手向上舉，右手叉腰，腰向右彎，維持5秒。返原本姿勢，然後換手做同樣嘅動作，重複以上嘅動作5次。咁以上介紹嘅咧就係有關上肢啦、頸部、背部勞損嘅成因同埋一系列嘅預防方法。咁跟住落嚟咧會介紹一下有關下肢勞損相關嘅內容嘅。常見嘅下肢毛病咧都包括足底筋膜炎、下肢靜脈曲張同埋係膝骨關節炎嘅。首先，足底筋膜炎係咩嚟嘅呢？足底筋膜炎係指足底筋膜同埋周圍嘅軟組織因為創傷或者勞損而引致嘅炎症。症狀都包括例如足筋疼痛啦。特別係朝早起身啦，腳掌落地嘅時候，痛楚咧會更加犀利嘅。又或者咧企咗一段時間啦，甚至係行咗一段比較長時間之後咧，疼痛咧亦都會增加啦。足部咧可能會有紅腫啦，甚至係灼熱嘅感覺。第二個咧就係下肢靜脈曲張，係指下肢靜脈出現擴張、扭曲同埋係凸起嘅。主要嘅原因係因為靜脈瓣嘅功能不良啦，又或者咧靜脈壁冇咗彈性而引起啦。咁血液循環系統咧係有分動脈同埋係靜脈嘅。動脈咧會將血液由心臟去到送翻去身體各個器官同埋係組織啦，而靜脈咧就係將血液帶翻去心臟啦。靜脈入邊咧有瓣膜或者咧叫做靜脈瓣嘅。咁響血液通過之後咧，佢係會閂埋啦，防止血液倒流。如果瓣膜因為先天薄弱啦，又或者咧功能不良，
靜脈入邊嘅血液咧就會倒流啦，同埋係積聚啦，唔能夠翻返去心臟啦，血管咧因而變得腫脹啦。咁下肢靜脈曲張有啲乜嘢症狀呢？咁下肢靜脈擴張啦，初期咧可能係冇明顯嘅唔舒服嘅。咁但係如果長時間站立啦，皮膚患處咧可能係會痕啦，腿部有啲沉重嘅感覺，甚至係疼痛啦，甚至咧可以係足踝嘅位置咧都會有腫脹添。情況嚴重比較犀利嘅時候咧，患處可能會有皮膚炎啦、出血啦，或者係潰瘍等等咧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啦。第三個下肢常見嘅毛病咧就係膝骨關節炎，佢係一個咧比較常見嘅退化性關節毛病。咁呢個情況咧係由於膝骨關節裏邊啦，佢嘅軟骨或者咧相關嘅骨骼結構受損，因而導致咧膝頭嗰個關節痛啦，又或者咧一啲功能嘅障礙啦。咁又一齊睇睇咧有關嘅症狀喎。咁喺早期咧，例如響上落樓梯嘅時候，膝頭嗰個關節咧係會特別痛嘅。咁但係當關節冇活動一段時間啦，例如係啱啱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關節嗰個嘅僵硬程度咧係會比較犀利嘅。去到後期咧，膝頭哥關節嘅疼痛同埋僵硬程度咧，甚至咧係會比較加劇犀利咗啦。嚴重嘅時候咧，甚至係會關節有觸痛嘅感覺啦，又或者咧有腫脹嘅情況啦。咁以上咧都介紹咗三種比較常見嘅下肢毛病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睇睇下肢勞損有啲乜嘢成因啦，都包括足部長期受壓啦，長期着一啲唔啱嘅鞋啦，又或者咧係個人因素啦。首先第一個因素咧就係足部長期受壓，例如站立工作啦，或者長時間工作咧都需要行走嘅，又或者工作間咧經常要搬或者拎一啲比較重嘅東西啦。其次就係咧長期着一啲唔啱嘅鞋啦，例如鞋底太薄啦，或者係太硬嘅，咁都會影響咧吸震嘅能力會比較差一啲啦。如果同時缺乏適當嘅內側嘅墊啦，內側足弓承托力唔夠咧，腳咧就會比較容易疲勞啦。又或者咧着一啲拖鞋款式嘅鞋喎，行路嘅時候咧壓力只會集中咗喺鞋頭啦，並且咧會靠腳趾啦或者腳底嘅肌肉咧去找緊對鞋以避免佢甩咗出嚟嘅情況啦。咁所以咧着拖鞋式嘅鞋咧，雙腳咧都會長期喺一個比較繃緊嘅狀態啦，都會增加咧患上足底筋膜炎嘅機會啦。另外就係着高踭鞋啦，都會令到身體嘅重心向前傾啦，腳趾咧逼咗去鞋頭嘅前方啦，腳掌承受嘅壓力因而比較大啦。足部嘅肌肉啊、韌帶啊，甚至肌腱咧，都會因為過度嘅拉緊咧而受損嘅。或者係鞋身本身比較緊一啲啦，都會導致咧腳趾啦壓迫足底嘅肌肉啦，令到足底嘅組織受損啦。咁鞋頭太緊咧，亦都會將腳趾逼咗入去比較窄嘅前端嘅部位啦，對足部咧造成比較嚴重嘅損害啦。唔單止加重咗拇指關節嘅壓力啦，亦都會咧增加患上拇指外翻嘅機會添。另外咧就係個人因素方面啦，例如會唔會身體過重啦，有一啲先天性嘅足部問題，例如扁平足，又或者係腳掌內翻等等啦，或者係一啲不良嘅走路行路嘅姿勢啦，會唔會話步履唔平衡啦，傾埋咗一邊嘅，都會令到咧足底某一邊咧承受壓力比較大啦。又或者行路嘅時候啦，拖住腳步嚟行啦，步伐比較急促啦，都會令到咧足弓過度拉扯啦，因而導致足底肌肉同埋筋腱咧係會有勞損嘅情況啦。
又或者咧步幅距離比較短啦，步伐比較頻密嘅，都會對腳部咧造成比較大嘅負荷啦。另一點咧就係會唔會話有受傷嘅病史啦。咁要有效咁預防下肢勞損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咧以下嘅一啲預防辦法嘅，例如作妥風險評估啦，避免長時間嘅站立或者係行走啦，減輕下肢承受嘅壓力，揀啱鞋啦，同埋做適當嘅運動啦。首先，風險評估咧係一個比較有系統啦、有條理嘅評估，希望咧可以制定相應嘅預防措施啦，包括工作時需要長期站立啦、行啦，或者拎啲比較重物嘅，咁呢啲咧都係比較高風險啦，導致下肢勞損嘅成因啦。評估嘅時候咧，都應該考慮翻邊一類嘅員工可能受到影響啦，同埋係點樣影響嘅。考慮翻咧目前做緊嘅安全措施係咪足夠啦，並且咧係做翻評估，作翻存檔記錄啦，不時作出有關嘅檢討啦，同埋係修訂嘅。咁另一個預防辦法咧就係避免工作時長時間站立啦，或者係行走啦。咁僱主咧都可以安排翻僱員響持續站立工作2至3個鐘頭之後咧，都可以咧分別有10至到15分鐘嘅休息時間。咁可以期間咧做翻一啲伸展嘅運動，鬆弛翻咧腳部啦。又或者咧靈活調配翻大家嘅工作啦，等足部咧有休息嘅時間。又或者咧企坐一段比較長時間之後咧，都可以走動一下嘅，促進翻咧下肢靜脈嘅血液回流啦。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減輕下肢承受嘅壓力，方法咧都包括保持住我哋有理想嘅體重啦，可以減輕咧下肢承受嘅重量啦。又或者咧減少拎一啲重物啦，有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借助手推車咧係作運送啦。另外就係避免長時間屈膝啦，或者做一啲踎低嘅動作啦。另一點咧就係揀啱嘅鞋啦。咁要保護雙腳咧，減少疲勞咧，揀一對啱嘅鞋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以下幾點嘅，例如鞋係舒適啦，同埋比較輕便啦，鞋底咧比較軟嘅，吸震嘅能力比較好啦，可以減少行路時咧引起嘅震盪啦。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喺鞋裏邊咧放一個鞋墊，減輕足底承受嘅壓力。另外就係避免着一啲高踭鞋啦，例如咧腳踭呢個鞋嘅腳跟咧高過5厘米啦，或者係2寸呢一個嘅高度啦。而鞋頭嘅高度咧應該有1/4寸嘅，闊度有半寸嘅空間啦，咁可以俾腳趾咧有足夠嘅空間作伸展，而鞋頭咧以圓形咧就比較理想一啲啦。鞋款咧可以用翻固定足部嘅位置，例如一啲綁帶嘅鞋款啦，可以防止咧腳掌喺行路嘅時候喺鞋裏邊會前後移動啦。另外揀鞋咧，當然尺碼要合適啦，都唔建議咧係過鬆或者係過緊嘅，咁着落咧係舒舒服服就可以啦。我哋喺試鞋嘅時候咧，都可以分別向一個比較硬嘅地面啦，或者喺地氈上面咧試下行走啦。另一點咧就係可以作適當嘅下肢運動，對預防下肢勞損咧，亦都好有幫助喎。咁下肢嘅伸展運動咧，可以幫我哋舒緩緊張嘅腿部啦，同埋足部嘅組織，而做強化下肢嘅運動咧，都可以幫我哋強化腿部啦，同埋係足部嘅肌肉啦。咁同樣咧，跟住落嚟會介紹一啲工作間運動嘅。咁呢一次咧就介紹下肢嘅運動啦。咁影片裏邊咧都分別係有坐喺度做啦，同埋係企喺度做嘅兩部分運動嘅。咁企喺度做嘅部分咧，大家都注意啦，可以扶住一啲比較穩固、唔會移動嘅物件咧，以確保大家嘅安全啦。
咁如果大家準備好咧，都可以試下跟住落嚟嘅影片啦，可以試下做咧有關嘅下肢運動咧。第一式，左腳踏前，雙手扶住埲牆企，右腳伸直，腳趾指向前面，身體向前傾，腳踭唔好離地，伸展右小腿肌肉，維持10秒。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重複以上動作5次。第二式，坐穩，雙腳平放地上，然後右腳向前伸直，保持水平嘅狀況。腳掌前後屈伸5次。1、2、3、4、5，然後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5次。1、2、3、4、5。第三式，坐穩，遞高一隻腳，腳掌向外打圈10次。2、3、4、5、6、7、8、9、10，跟住腳掌向內打圈10次。3、4、5、6、7、8、9、10，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各10次。第四式，雙手扶住穩固嘅物件，雙腳腳踭提高，維持5秒，然後返自然嘅站立姿勢，重複以上動作20次。咁以上咧都講解完關於筋肌勞損嘅相關內容啦。咁最後部分咧都會介紹有關熱疾病嘅資訊嘅。咁中暑咧可以係迅速發生啦，甚至嚴重咧可能危害到我哋嘅生命。所以咧，僱主都應該為僱員提供有關熱疾病嘅相關資料啦，同埋係訓練，並且咧可以安排適當嘅定期演練啦。等僱員咧可以盡早識別有關嘅症狀啦，亦都咧可以作出適當嘅處理啦。咁呢度大家見到咧就係一啲顯示員工可能出現熱疾病嘅一啲症狀啦，例如都包括比較攰啦、頭暈、頭痛、頸渴啦、惡心，甚至係嘔吐嘅，體溫上升啦、呼吸急促，甚至咧係呼吸困難、心悸、脈搏急啦，而且係微弱嘅。甚至咧可能係出現局部嘅肌肉痙攣啦、疼痛啦，喺足部同埋腹部咧會比較明顯嘅，嚴重咧甚至可能係出現全身嘅痙攣添。另外常見響熱衰竭咧會出現皮膚濕濕冷冷啦、大量嘅流汗啦，同埋係面青口唇白嘅。另外中暑咧可能係皮膚乾燥啦、潮紅、發熱，甚至係冇汗啦。嚴重嘅情況咧，甚至可能引致神志不清，又或者係昏迷添。咁熱疾病嘅急救處理係點樣呢？包括喺工作期間呢，都可以馬上通知翻主管，跟從翻機構既定嘅緊急應變措施啦，採取翻相應嘅行動，甚至咧係尋求翻同事啦、醫護人員嘅協助啦。咁唔舒服嘅員工咧，應該盡快去到陰涼啦、通風良好嘅地方休息，又或者咧去翻室內有冷氣嘅地方坐落嚟，或者係瞓低休息啦。可以適當地鬆開或者除去一啲衣服啦，又或者咧係用電風扇咧協助揮發翻身體嘅水分啦。如果有毛巾咧，都可以濕一濕冷水啦，可以幫員工抹身嘅。甚至咧係飲用翻一啲清涼嘅飲用水咧、電解質嘅飲品啦，
補充翻呢身體流失咗嘅水分啦。咁以上呢就講咗一啲熱疾病嘅症狀同埋係急救處理辦法啦。跟住呢會介紹一下熱疾病嘅預防同埋控制措施，都包括作風險評估啦，提供翻俾員工資料、指導同埋訓練啦，供應翻呢清涼嘅飲用水俾員工啦，注意增加散熱啦，減少體力勞動，同埋適當地安排翻休息嘅時間啦。咁風險評估方面呢，僱主都可以委任一位熟悉工作地點啦，同埋員工嘅工作情況，並且係對熱壓力有基本職安健認識嘅人士呢，都可以作風險評估啦。咁評估嘅時候呢，亦都要考慮翻各種影響熱壓力嘅因素啦，包括環境啦、工作同埋係個人因素等等嘅。然之後呢，就識別出唔同嘅風險因素啦。希望呢採取翻一啲預防同埋係控制措施啦。咁為咗協助僱主進行熱壓力嘅風險評估啦，僱主呢都可以參考翻勞工處出版過嘅刊物，例如熒光幕上見到呢一本《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嘅，裡面附錄嘅部分呢，亦都可以參考翻工作地點熱壓力風險評估表格啦，同埋有關嘅範本嘅。咁裏邊呢，亦都係詳細講咗啦，進行風險評估嘅時候，應該考慮各種嘅風險因素啦，甚至可以針對翻呢啲因素提出相應嘅預防措施啦。咁可以俾僱主作參考，保障翻呢員工嘅職業健康啦。另外咧，預防都係避免僱員中暑比較重要嘅方法之一。咁僱主咧都可以向員工提供有關嘅防中暑資訊啦、指導咧，同埋係相關嘅訓練嘅。咁內容咧都可以包括認識翻酷熱環境工作嘅潛在危險啦、熱壓力風險因素有關嘅預防措施，提醒翻呢僱員適時補充水分嘅方法啦，甚至咧係了解翻一啲中暑嘅症狀啦，同埋呢一啲急救嘅求助程序等等啦。咁喺炎熱嘅環境下工作啦，身體咧會增加排汗啦，幫我哋咧調節翻身體嘅正常體溫嘅。咁若果我哋唔補充翻流失咗嘅水分咧，就可能會增加中暑嘅風險喎。咁一般嚟講咧，舒緩員工嘅熱壓力，僱主咧都可以提供翻俾僱員啦，每個鐘頭250到500毫升嘅清涼飲用水。咁而僱員咧，自己亦都應該主動多啲去飲水，補充翻流失咗嘅水分啦。咁盡量咧都唔會話等到頸渴嘅時候先飲水啦，因為呢個時候身體咧可能已經出現脫水嘅情況啦，甚至會增加咧中暑嘅風險啦。咁僱主咧都可以向員工提供例如便攜式嘅風扇啦，幫身體散熱同埋降溫，減低熱壓力嘅。甚至僱員咧喺一個比較炎熱高溫環境之下工作啦，盡可能咧都着一啲比較淺色啊、薄身啦，或者咧比較寬鬆嘅衫嘅，咁可以減少吸收熱能啦，亦都幫助身體散熱啦。甚至咧可以選一啲通爽啦，有良好吸濕排汗功能嘅衣料嘅，可以有效咁吸走皮膚嘅水分啦，增加水分揮發同埋係散熱嘅。咁如果僱主需要為僱員提供翻一啲工作服咧，都可以參考翻啱啱提到嘅一啲資料啦。咁另外咧，工作嘅時候啦，如果增加工作時嘅活動強度或者係速度咧，都會令到我哋身體咧產生比較多熱能嘅，繼而會增加員工熱壓力嘅水平啦。咁所以僱主咧都可以作出相應嘅工作安排啦，減低翻工作嘅強度同埋速度嘅。例如可以提供翻一啲合適嘅機械輔助工具啦，比如話手推車或者一啲起重裝置等等啦。亦都咧可以係指導翻員工咧作其他合適嘅措施嘅，例如兩人啦，或者係多個人咧一齊合力做搬運，減少體力勞動咧，
亦都可以係減低熱壓力啦。另外，為咗減低僱員工作時嘅熱壓力咧，僱主都應該喺一個合理、切實、可行嘅情況下邊，俾員工有休息嘅時間，可以稍稍休息啦、飲水啦，並且咧係俾身體降溫嘅。例如，如果安排係輕至中等勞動嘅員工，大概咧可以每2個鐘頭咧，最少有10分鐘嘅休息時間啦。另外咧，亦都可以按照翻大家工作嘅情況咧，咁僱主咧可以安排翻員工休息嘅時間係比較短啦，但係比較頻密，都會比較理想一啲嘅。咁最後啦，就係有關健康嘅生活方式啦。因為咧，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都可以促進翻我哋身體健康啦，亦都可以舒緩翻咧精神緊張嘅情況，減少身體受傷嘅機會啦。健康生活方式咧都包括以下幾點嘅，例如保持均衡嘅飲食啦，可以幫我哋咧保持有理想嘅體重啦，避免因為過重而增加咧關節嘅負荷啦。另外咧就係可以培養有恆常做運動嘅習慣啦，因為咁樣咧都可以幫我哋促進血液循環啦，亦都可以鍛煉我哋嘅身體，提高翻咧體能嘅質素啦。咁做運動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啦、個人嘅興趣啦、年齡啦、體質狀況啦，可以喺公餘嘅時間揀一啲合適嘅運動，例如緩步跑啦、游水啦，又或者咧係唔同嘅球類運動等等啦。另一點咧，都注意有充足嘅休息，可以幫我哋咧消除身體嘅疲勞啦，恢復翻有足夠嘅體力。咁等我哋每日工作咧，都係可以有精神啦，同埋有能力係應付得到啦。另外咧就係戒除不良嘅生活習慣啦，避免食煙、飲酒，又或者係濫用藥物嘅。咁除咗話身體健康之外咧，都可以保持翻我哋心理上啦，或者精神上面嘅健康啦，妥善處理翻工作壓力。揾翻一啲咧方法幫我哋舒緩工作嘅壓力啦，保持心境開朗。例如安排一啲興趣啦、運動啦，或者咧係相約屋企人朋友咧做一啲活動啦。咁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辦法啦，保持翻我哋有一個健康理想嘅生活方式啦。咁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咁嚟到咧今日分享嘅一啲資料嘅尾聲喎，咁呢部分咧都想同大家總結一下咧今日分享咗嘅一啲內容啦。例如開頭嘅部分咧都介紹到啦，上肢、頸部、背部勞損嘅一啲嘅成因啦，例如不良嘅工作姿勢啦，例如彎身啦、側身、扭腰等等嘅動作啦，工作嘅性質，例如重複嘅動作啦，不當嘅體力處理操作，不良嘅工作環境，例如比較濕滑嘅地面啦，或者比較狹窄嘅通道等等啦。負荷物因素包括物件嘅重量啦、形狀、體積或者係潛在性嘅危害。另外咧就係個人嘅因素啦。跟住咧亦都介紹咗咧一系列上肢、頸部、背部勞損嘅預防方法啦，包括僱主可以向僱員提供翻有關嘅教育同埋訓練啦。個人咧可以經常保持正確嘅工作姿勢啦，正確嘅體力處理操作啦，注意翻工作嘅環境啦，適當地使用輔助設備、個人防護裝備，例如防滑鞋、手套等等。甚至係工作嘅安排啦，又或者咧介紹咗一系列嘅工作間嘅運動俾大家啦，例如頸部嘅運動啦、背部啦，同埋係腰部嘅運動啦。跟住咧，亦都介紹咗常見嘅下肢疾病，包括3種嘅，例如足底筋膜炎、下肢靜脈曲張同埋係膝骨關節炎啦。咁下肢勞損嘅預防方法咧，亦都包括好多嘅，
介紹咗風險評估啦，點樣避免工作時長時間站下或者行走嘅一啲方法啦，點樣減輕下肢承受壓力嘅辦法，亦都咧介紹我哋點樣咧可以揀一對合適啱嘅合我哋工作咧，同埋咧係適當做一啲行肢嘅運動啦。最後部分咧都介紹咗有關熱疾病嘅資料嘅，因為當處於一個炎熱嘅天氣啦，又或者高溫嘅環境之下，如果我哋身體唔能夠調節翻一個正常嘅溫度咧，就可能會導致唔同程度嘅健康損害同埋症狀啦。亦都介紹咗咧熱疾病常見嘅症狀，包括疲倦啦、頭暈頭痛啦、作嘔啦，又或者影響我哋嘅呼吸、心跳等等啦。咁如果出現頭先所講嘅相關症狀咧，都建議盡快係尋求協助啦，亦都咧係盡快休息降溫嘅，並且按照翻實際嘅情況啦，可以啟動翻工作嘅緊急應變措施啦，作出適當嘅安排啦。咁另外咧，亦都介紹咗熱疾病嘅預防同埋控制措施啦，都包括風險評估、提供資料、指導訓練啦。供應翻清涼飲用水啦，點樣增加散熱，減少體力勞動啦，同埋係適當安排翻休息時間俾員工啦。咁除咗以上嘅資料分享之外咧，最後咧都想介紹一下咧，勞工處有其他嘅服務俾各位認識一下嘅。咁勞工處咧有2間職業健康診所，分別喺觀塘同埋粉嶺。主要咧係做預防、診斷同埋治療職業病啦、工傷同埋工作有關嘅疾病，例如都包括肌肉痛症嘅。希望咧都可以促進翻在職人士嘅職業健康。咁任何懷疑患上職業病、工傷或者同工作有關嘅疾病嘅在職人士，都可以透過電話預約啦，揀翻一個自己合適嘅時間咧，可以到診所就診嘅。無需要醫生轉介信嘅。另外，勞工處咧有2間中心啦，分別喺觀塘同埋喺荃灣嘅。觀塘係職業安全健康中心，主要咧透過一啲資訊嘅播放啦，定期咧亦都會舉辦職安健嘅講座啦，希望傳達翻呢一啲職安健嘅資訊俾大家啦。觀塘呢個中心咧，亦都有一啲勞工處嘅出版物啦，可以俾大家咧係提取係閱讀嘅。另外，位於荃灣咧係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裏邊咧亦都會舉辦各樣關於安全啦、健康法例嘅訓練課程啦，希望咧俾大家了解翻有關法例嘅規定啦，各種一啲嘅工作嘅守則啦。同埋咧係唔同法例嘅事宜嘅，咁各樣課程咧都係唔需要繳費啦。另外亦都有舉辦咧，包括導師設立嘅培訓課程啦、簡介課程啦，同埋係職安健嘅講座啦。另外咧，大家都可以透過勞工處嘅網頁啦，查閱更加多嘅各項服務啦，同埋有關勞工法例嘅資料嘅。最下方咧就係關於如果有一啲工作地點不安全嘅作業模式或者環境狀況嘅投訴咧，都可以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或者咧響勞工處網頁咧填上一個網上職安健投訴表格。咁所有投訴咧都係絕對保密嘅。最後咧就係勞工處嘅職業健康服務啦，會響觀塘職業安全健康中心咧，定期舉辦一啲免費嘅職安健課程，亦都咧會喺唔同嘅社區場地啦舉辦一啲公開嘅講座，希望咧可以藉此提高翻僱主啦、僱員對職安健嘅認識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登入翻熒光幕上面嘅網上報名系統啦，又或者咧係直接手機掃描啦。熒幕上嘅呢個二維碼咧，可以直接登入報名系統咧，係報名啦。咁今日嘅分享資訊咧，就嚟到呢度，好多謝大家嘅參加。咁以下落嚟咧，將時間交翻俾主持啊。